虔诚的听众到早，现在是正甲之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解说呐。已经是解说甲正文第45页，解说甲正文第45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3节，就是解说甲尧书三十真实义理。即嘛应该呢，就是爱对下面呐来稍微解说。下面就是书曰：夫沙门者。记3000位义8万世行，大德自何方而来，成大5万。各曰生死时代无上甚速。书曰何不退处无成了无所好？曰退即无生，了本无所。书曰如是如是，现觉方其为义礼拜，输入过时。咱即摆呢，就是对这个所在继续来甲咱各位说明。在前面就是讲这位显觉大师，由于显切的鼓励啊，就介去参拜六祖慧能大师。到慧能大师迄个所在呢，就来甲伊邀伊的法座邀3年，就震动伊色量就徛伫遐。这讲起来啊，也可以讲就是礼貌呢无周到。因为要来亲近一个善知识，应该邀法座30了，就爱来顶礼3拜，要来请法。不过，这位显觉大师呢，确实啊，将迄个色量啊，甲伊摇互出声了后呢，就伫个所在徛。因此，书曰：夫沙门者，记3000位义8万世行，大德自何方而来，成大5万啊！六祖慧能大师呢，就真正无客气啊，就甲伊开示啦。夫沙门者，讲一个做沙门的人，这个沙门应该叫做沙门呐，是简略的称呼，也名叫做讲做双门。来翻译中国话呢，名叫做讲做勤实。这个勤实啊，名叫做勤修戒定慧10个贪嗔痴。沙门应该是出家修行者的通称，凡是出家修行，拢会使来甲伊叫做讲做沙门。但是这个沙门有一个条件呢，就是讲必须啊，爱来勤修戒定慧，就是讲真正认真啊，来修习戒定慧，爱来熄灭贪嗔痴的烦恼。有认真修戒定慧，有熄灭贪嗔痴的烦恼，安尼呢？这呢，会使你啊，该叫做讲做沙门。在42章经文咧讲啦，复见世亲出家，失心达本，皆无违法，并为沙门。在阿含经来讲，讲舍利因爱出家修道，摄义自紧，不染过欲，自心一切，无所伤害。义乐不兴，风口不切，能饮如地，故号沙门。这呢，拢伫咧说明作为一个出家沙门的条件。慧能大师呢，就甲伊学剔，讲做一个出家人，应该啊，爱记足3000位义，爱记足8万世行。在楞严经啊，讲做3000位义。8万微是圣业业业，那这个3000位义是安怎样算呢
3000位仪啊，就是对基础界的250条界来甲加迄个数目，就变成3000位仪。做一个比丘呢，爱修250条界。这个250条界行住坐卧呢，拢是共款，必须爱守。无论是讲你伫行路，点点徛伫啊，坐咧，或者是讲困咧，就是讲在你这个起居动作中呢，绝对拢都爱来修250条界。这个4位这个250条界，各有4位仪，所以250，搁再加这个数变成1000，就是讲乘数变成1000啦。这个1000，搁再呢，分为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因为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嘛是如此啦。安尼就变成叫做3000，就名叫做3000位仪。这个3000位仪，搁进一步叫做8万世行。这个8万世行，就是将这个3000位仪，搁再分配身口7支。身就是杀刀淫，喙恶口两舌妄言绮语，这拢袂使咧做。那3000搁再乘以7，就是变成21000。这个21000，搁再约这个对治这个顶分，就是讲对治这个三毒、贪嗔痴甲顶分，安尼呢就是变成搁再4倍之数，就是变成84000。所以这个3000位仪8万世行，就是讲做一个出家人应该爱修这个戒律位仪。换一句讲呢，你做一个出家人爱有礼貌出家人哪会使无礼貌呢？所以伊面就讲大德自何方而来，成大5万讲你这位大德，你是从什么所在来？为什么生起了这个大5万心？成大5万心的意思就是讲，你既然要来遮亲近我，应该你就爱低心下气。你要做30了，应该呢就是爱顶礼3拜，才来请法啦。为什么你要做30了，将迄个色中拍叮当，也就点点徛伫迄个所在？那这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控5万心，又要搁该叫做什么呢？所以才讲做自何方而来成大5万。下面觉我生死四大无上心所，觉就是这位显觉。这位显觉大师呢，就要该回答啦。讲这个生死四大无上心所，意思就是讲生死这项代志，这非常的重要，这是一个大代志。无常心所这个无常真紧意思就是讲，咱人在这个世间要死去呢，这是真紧。因为是生死四大无常心所，所以根本呢就无迄个时间好过甲你顶礼。生死四大无常心所，这是最重要的，这较要紧哪要搁再会鼓励甲你顶礼呢？意思就是安尼讲法意思就是讲，我为什么太无甲你顶礼因为是生死四大无常心所啦。对于这个无常的心所，在42种经内底呢，有咱世尊的一段开示。咱世尊有一天就对这弟子来问啦，讲恁认为讲咱人在这个世间是有偌久的时间？其中有一个弟子就甲伊讲啦，讲真对咱人在这个世间是几日间而已所以就是讲人命在数日间咱人或者是当好食50岁、60岁、70岁、80岁，为什么叫做做数日间呢？事实上，咱虽然是讲会当好活到80岁，乃至讲100岁，不过呢，咱甲想起来，敢若像昨或者是讲昨日，咱那个是囡仔咧。也那呢，岂毋是只有几工的时间而已呢？迄当阵世尊呢，甲伊讲你也无了解我的佛法，也无了解道理。
结果呢，就搁再问一个，讲你认为讲人命啊，到底啊是偌久？另外，迄个地主甲伊讲，咱人命啊，敢若像食一顿饭较久尔。意思就是讲，食饭前可能还好好，他食饭后，他随时反正哇，一命呜呼爱在。即个情形当然也是有咯。一个人食饭前好好，食饭了就安尼昏落去啦，倒落去啦，心脏停去啦。所以咱人生命就敢若像食一顿饭遐久而已。讲起来搁再较短咯。但是咱世尊我甲伊讲你诶，我那是遐搁再无了解。另外一个地主甲伊讲世尊啊，讲人命是在呼吸间。为什么讲人命在呼吸间呢？就是讲咱人会活在这个世间呢，就是因为有伫咧喘气。所以这个气吐倒出去，输倒去来，安尼一呼一吸其中呢，咱人啊才会当维持这个生命。甲恁讲，咱袂晓甲伊吐倒出去，则是讲即个气吐倒出去，袂晓搁甲输倒去来，在即个呼吸之中，一刹那，一大骨就去啦。所以咱人呢，要离开世间以前，你甲看，伊伫遐咧喘气，喘甲袂喘啦，安尼就讲已经死去啦。所以人命是在呼吸间。迄当阵世尊就甲伊讲，安尼呢，你已经了解啦。那这个生死时代无常迅速，咱人的生命就是在呼吸间。咱人无论是食50岁，无论是食60岁、70岁、80岁，乃至到100岁，结果呢，拢就是在这个呼吸间伫咧维持咱一个人的生命。因为是人命在呼吸间，凡说我即马甲你摆落去、爬起来，说袂喘气，我就去啊。安尼我哪有时间好甲你摆呢？就是这位显觉大师用这个理由来回答六祖慧能大师。那事实上，这个显觉大师呢，也是一位相当有见地的人，所以呢，正伫这个所在甲六祖慧能大师伫遮呢来论道。一面师话何不体处无成了无所好？六祖慧能大师就甲伊讲啦，讲既然是安尼，何不体处无成？何不就是讲哪唔啦？你哪唔来去体处无成？这个体处无成，就是讲来去体证迄个无成，也了无所。就是讲会当好来了然，超越了紧，或者是讲慢呢？慧能大师意思就是讲，你若唔来体会无生无死的真理，要来了这个无常迅速的生死呢？在记下工具我来讲，咱人生呢一定会死，所以咱人讲起这个生字当然死呢就包括在内。因此呢，咱拢讲做众生也就无讲做众死。因为这个死不一定会生，为什么咱人死去了，那是讲入涅槃，就别个再来出世咯。所以只有讲众生无讲做众死。从这所就可以了解，讲这个无生，也就是包括无死在内。所以就无讲做无生无死只有来讲这个无生体证无生，就是讲会当来体证真理，也来去了悟到这个无生就是讲超越了生死超越这生死呢，当然就了无所，就是讲将这个无常迅速的生死给了了。这位六祖慧能大师呢，安尼甲开始，就是讲你也阁是在这个生死的世界中，你为什么无要去了悟迄个不生不死的所在？你呢，也阁在以这个生死时代无常迅速的理由，伫咧讲，安尼不如到甲迄个不生不死的所在，岂毋是较好吗？这是这位六祖慧能大师对的开始。
在过去啊，有一个大丛林内底，凡是要来参访的人若来呢，为着要甲伊考验伊道心，所以来啊，就先甲伊赶出去。有当时有一时阵啊，有一个分水井就是讲有一个参访的出家人来啦。伊呢为着要来解脱生死为着要来脱离这个生死的痛苦，所以呢就来参访。迄当时阵呢，内底的这个方丈和尚就甲伊讲我这个所在啊是无生死，结果呢，我来甲伊赶出。意思就是讲，生死这是俗家之事啊！我这个佛门中已经是超越了生死了，已经到甲迄个不生不死的地步了。当然呢，这也是一种境界在这个所在，这位六祖慧能大师就甲伊讲：何不体处无生，了无所苦；或体即无生，了本无所。这个显教大师就甲伊回答：讲体呢即无生，了本无所。这个体即无生，这个体就是讲体验，讲会当来体验到自性。这个自性本来呢就是无生无死，安尼叫做体即无生，了本无所。这个了就是讲，既然你会当好来体验自性，那么这个自性呢是无生死的所在。安尼这个一了百了也迄个生死呢已经无紧无慢可以讲了。那样讲法呢，就是讲在也无来体验到这个自性以前，当然就是有生死，也有生死，就是有紧慢。讲紧慢呢，比如讲某人，他会较紧就离开世间或者是讲某人虽然是讲身体毋好，搁再当足久咧。安尼变成讲咱人在这个世间的生死就有紧有慢。对于这个学佛修行讲起来嘛是同款咯。咱学佛修行，若是讲认真修，真赶紧就了生死。讲哇，真赶紧真紧就了生死。也可能讲咱学佛修行，若是无认真去修，互你较久来讲也袂了生死。所以对于这个了生死，同款也是有紧也是有慢。下面思曰如是如是，思呢就是在指六祖慧能大师。因为这个显教大师甲伊应讲体即无生，了本无所。六祖慧能大师甲伊讲如是如是，讲你所讲的呢，这真对真对。因为这位显教大师自己讲了，讲伊已经在维摩经的所在来悟佛心中，无人来甲伊做一个证明，无人甲伊印证。所以这个显教大师来六祖慧能大师家呢，目的就是求伊要来甲伊证明。六祖慧能大师在一本一答之中，知影讲这位显教大师毋是一个普通的人，道理呢已经有附下啦，已经有附下祖师之意啦。所以呢就该讲做如是如是。这个如是如是就是印证，就是应考。我就讲参像你讲的这就是，参像你讲的这就是，安尼名叫做讲做如是如是。下面显教方其为义礼拜，时日过时。迄当时阵，这个显教正开始继续为义呢，来甲礼拜。是啥物款的原因呢？因为生死时代无常心速，当然要拜一个师父，毋是讲糊里糊涂拜啦。现此时，在一本一答之中。既然六祖慧能大师会当甲伊印证，而且呢，伊也知影讲六祖慧能大师呢是一位真正伟大、真正了不起的大师，所以就来甲伊顶礼啦。这就是讲表示伊呢，并毋是讲傲慢。在这个所在可以了解，这位显教大师，伊要来亲近一个师长呢，也是非常的慎重。并毋是讲只有听到声讲某人真牛哇，赶紧就走就赶紧来甲拜，都去亲近。咱是去迄个所在来去亲听伊的开示，
也会当了解讲，这位确确实实就是一个善知识啦，会当来开始对这个佛法有所利益，那么迄个时阵呢，才甲伊拜做师父。这呢，当然啦，也就是咱一个新参的人呢，所应该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咱真容易听人讲宝宝法师或者是讲宝宝一个善知识啦，是真伟大啦，咱听到声也赶紧的就去甲伊亲近，就去甲伊拜。但这到底是对毋对呢？当然啦，有需要考虑的所在。下面讲师如过世，既然伊甲伊印证了，那么伊的代志已经完成，伊目的就是希望咱甲印证而已。既然得到印证，安尼呢，伊所悟的这个佛心中就是讲伊的明心见性的道理已经是无错误。安尼当然呢，伊就要过世了。所以这搭句呢，随时就讲伊要离开了。下边师话还太疏忽，师就是咧指六祖慧能大师。六祖慧能大师甲讲你要转去，哪会遐尔紧啊？太较紧就要转去呢？这个六祖慧能大师也是一片的好心。那事实上呢，伊就是在这个所在，要搁再来勘验伊的见地。所以才讲做还太疏忽。讲你要转去，啥都较紧呢，免遐紧转去啦。那这个免遐紧转去，当然，若是咱普通家想起来讲，这是一句客气的话老人客的话这是一句算起来呢是无含着什么款的道理的话。不过呢，咱看一遍就知，这毋是无道理。我本自非动，岂有所谓？这位显觉大师呢，就该回答讲，本来呢就无叮当，哪里有讲紧啊？那这个有叮当无叮当，这当然呢，就是在自然世间一切在事物，尤其是咱人，名叫做讲做动物。所以人在这个世间一定呢有咱人的行动，或者是走路啦，或者是做工课啦。若毋是手叮当，就是骹叮当，无就是喙叮当，无就是身躯叮当。咱这个世间呢，拢就是在这个叮当之中。不过呢，本性就是不动摇的物件。有叮当，当然就是有紧有慢。比如咱人行路嘛是叮当啦，咱人行路或是行较紧，或行较慢，安尼就是有紧有慢咯。或者是讲车在叮当，车是从链也在迄个路上伫咧走。你油若是加较重咧，车就走较紧或者速；油若是加较少咧，这台车较慢，名叫做讲做这个迟。就是讲有紧有慢。世间法是有紧有慢，但是佛性这个物件，乃是一种的相处不同的。既然是相处不同，哪里是有紧，哪里有慢呢？所以在前面六祖慧能大师甲伊讲，你为什么都要较紧转去啊？看起来好像讲是一句普通话，事实上在这个所在也就是要搁进一步来甲伊勘验这位显觉大师的见地。那这个显觉大师呢，也毋是一个普通的人。显觉大师也可以讲就是已经有得到悟佛心中，就是讲已经得到明心见性的人。所以就站在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个见地甲伊讲啦，讲我的本性本来就是不动摇。那既然是本来就不动摇，哪里有紧，哪里有慢呢？那是不动摇的本性应该呢就是超越了紧，超越了慢。所以这位显觉大师从这所在，咱就可以了解讲，伊呢确确实实是有悟到佛的心中。悟到佛的心中，因为自己毋敢讲到底所悟见地是对或者是毋对，所以才由这位显觉大师出来见六祖慧能大师，由慧能大师甲伊做一个证明。注意听声听众，就请咱过暂等1分钟，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